美孙，不好意思啊，来开始分享哦。刷一整排爱心，刷一整排汉堡哦。龙门科路啊哈，大家晚上好啊，不好意思啊，都啊，网络不稳定断线了，不好意思哈，来，很主席开始分享啊，如了。 来写一样，跟刚刚一样哦。来写数字1到8000哦，送苹果 iPhone， 发财金抓最多分享的人，有人分享1次拿不到，我得分享5次就拿到了啊。来开始分享啊，录了啊，大家晚上好啊，大家晚上好啊，等一下我们就要开始来聊天的啊，来这个有分享啊。 用年千亿分享，用年千亿脸书分享的刚刚因为网络不顺大家较歹势不好意思拄啊网络袂顺，主要断线大家晚上好啊，来，先置顶写送苹果 iPhone 11，写数字1到8000然后发财金抓最多分享的人就骂下来拢免考虑啊，来开始分享啊！我即马安尼逐工看册迄目睭视力拢安尼，拢看甲足袂清楚，目睭处处变数看这种体图，我也免分去，看要安怎？你看这一个字遮细字，看要安怎？大家晚上好啊！有分享了吗？有分享了。用年前一分享啦，啦。 因为拄仔网络袂顺，连千亿的账号拄仔很主席袂顺，我只好用另外一支来开啦好，等一下，我们现在来先置顶置顶了吗？是，都置顶。来，侯继辉来，你也置顶来。因为这个新的地方网络不顺嘛，无法度，网络袂顺我们把它调整一下，用粉丝团开也是一样也是一样等一下来，我们先来写数字1到8000送苹果 iPhone 发财金抓最多分享的人，有人分享1次拿不到，我得分享5次就拿到了开始分享来我分享好吗？来，现在置顶刚刚讲到一半就是说我们在讲这个赚钱的概念，有人讲较长小的时阵讲网络怎样用才长去，看要安怎黑暗面。 好啦，写数字1到8000送苹果 i11，你要送啥物件？无人讲，人哪会知你要送啥物件？置顶把它写送苹果 i11啦，发财金抓最多分享的人带邱律师的来来，大家晚上好啊！我开冷气有要开冷气我带折了咧，没有开冷气要热死你真正这款的要叫你去洗，真正看要安怎来，刷一整排爱心，刷一整排汉堡好了，不要再笑了在笑什么东西大家晚上好不要开冷气，前面死真正对面来讲，早起蛇令遐咧乱我看着我足怀念的，对无拜托卫生棉先生。 卖个做啦，较冷静的啦，卖个卖卫生棉啦，对无无安尼很主席，过年过节，恁阿伯恁阿公、恁阿嬷、恁阿婶、恁阿嫂，逐个问讲卫生棉你过年咧创你即摆做工课？无我即摆在卖卫生棉恁爸来咧做了，对无见面煞用笑死，较冷静的啦，卫生棉卖个乱啦。 啦，卫生棉含载啦，无啥物好送你的卫生棉先含载来，我先个人送你一组现主席来，纪念千年人生这个千年人生你了解无因到底的夹换只小弟的长白山人生恁囝老看雾雾的吗？对，很雾吗？听得清楚吗？清楚。清楚很雾吗？这画面会有点雾。就是上那个。我本人会不会雾？不会。本人不会雾就好，那些点搞你本人雾是对无大概我咧讲话就打断我，带我来做了
规工安尼袂进袂紧，320多个，真正拄着恁后要激死，真正有影。啊，讲后面污就是有要紧的啊，本人不要污就好了。哦，拄着这真正我会激死，真正有影。好啊，来，我先搁开讲者啊，歹势哈，来刷整把爱心，刷整把汉堡啊，好啊，来写数字1到8000送苹果 iPhone 11。发财经送最多分享的人，有人分享1次拿不到，我分享5次就拿到了啊！开始分享来，刷整把爱心，刷整把汉堡。你看，我讲我特色袂记的，我讲我啥啊？长白山哦，好，来，我先讲，歹势啊，我就这段讲好煞。卫生棉啊，我甲你讲，你拜托的，较冷静的，莫搁卖卫生棉啊，较正经的啊，没有什么东西好送你的，送你这个。千年人参，好，隔壁这个长白山人参好不好？这个就是你较早捌看过火凤凰无？内底潘英慈那火凤凰内底有一个，迄什么花哥啊？灵芝草人有无啊？灵芝草人因生落来囝就是这个哦，这个人参你了解无啊？吃了暗时啊，金光变变叫，记名现主时名称4支卡。来1个篱笆3个桩，1个好汉3个帮，对无啊？见面血面成头，现主是拢啊破空啊，拢免考虑啊。先看要送你这个长白山人参啊，较冷静的吼，这卫生棉是要贵啊。来，你了解无？先看这千年人参，我要送你的啊，卫生棉啊，来你看卖咧，咧来好啊，千年人参有看无啊？千年人参要送你的，好啊，来，落开来包过的，来，唔免唔紧，我送你卫生棉啊，拜托的马仔卖过来，谢谢拜托的马仔卖过来啊，莫大家来伫遐3炮2炮，我要分你，你了解无？讲甲你安尼，我喙手拍干，现主是有时讲啊无烂，大家叫你莫安尼，大家伫遐对无啊？3个5个，我拄着你，我也要调教你了解无啊？较正经的啦。大家晚上好，来刷整排爱心，刷整排汉堡啊！来，现在送苹果 iPhone， 写数字1到8000，发财金啊！抓最多分享的人开始分享。我咧有人分享1次拿不到，我咧分享5次就拿到了啊！来开始分享啊！拢免考虑啊！来，很主席欢迎我们的来。我的邱伯清大律师咱邱伯清大律师来啊！邱律师，歹势，你搁走一抓。互你的粉丝等下才顾着。无啦，断线，24000人减1万2啊！你真歹势。系啊。无咱今日像你遮轻松，我是无法度像你遮轻松。啦，你最近电视头头足演的呢。今日韩国的欧巴长红啊。欧巴，你叫欧巴，你知影外号叫啥无？我叫欧记的。欧记的真大叫。BIG 大欧记的。好啊。啦，我先甲你讲，好啊，等下歹势等我你30秒。好。来刷一整排，已经刷一整排汉堡这个是我们邱伯清大律师我真侪年的好朋友，一个大兄也是我很多年前的恩人。你们继续分享继续写数字1到8000，1到8000的继续写，继续分享，抓最多分享的人，有人分享1次拿不到，我的分享8次就拿到了开始分享按重点先讲，给大家说明我要先讲出来，大家来开讲拉力赛。等一下，我有个秘密神秘的秘密要跟你们讲今仔日准备讲话大家较冷静的，开始分享，抓最多分享的人刷一整排已经刷一整排汉堡，来严肃一下邱律师这边先互你来讲，因为这法律的这我较无了解先互你来讲互你来讲这是邱伯清大律师大家好，我是邱伯清律师那今天是受兰亭公司的委托来去说明我们之前一些公司所贩售出去争议商品后来的解决的方法。那首先就是说，在这个部分，兰亭商品兰品国际或是兰品精品的这个公司里面，其实我们是一个电商平台。那电商平台我们接受厂商的委托来销售他们的商品。另外就是说，在这个商品的过程中，兰亭的公司员工会先去审核这个商品，它到底它真实的权利，相关的权利是不是有合法可以授权销售的部分。那兰亭公司的员工会去审核这个东西是可以上架的之后，
我们就会交由我们平台的主持人连先生来做拍卖。连先生在拍卖的这个过程中，他也会去出示相关员工所提示给他的权利授权书或者是防伪标签等等，来提醒消费者说这个商品的权利来源。那在这个部分里面，有很多不孝的厂商，其实在透过这样子的一个销售的过程中，会混入一些有争议性的商品。那当然，在这些的争议性商品的时候，其实他在陆续中，我们还有检查到他的一些权利问题的东西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来看这一次的争议商品里面，其实他会出具了很多的授权书。这光是授权书，这是2份的不同的公司以及不同产品的授权书，以及他在大陆部分所取得的这个商标注册的权利，这个就大概都有大陆官方的印章，全程录影。以及厂商向大陆公司所出具的这个售货单，这个都可以去提供这个兰亭公司去判断他当时候能不能销售这样子的商品。好，那商品销售出去之后，当然发生了这一次的争议。那连先生其实他在第一时间里面，他就去向了厂商去做了求证这个样子的一个内容是不是可以做合法销售。那厂商还是一再的保证说这个是平行输入，在大陆这边的授权其实没有问题。而厂商在这个员工在跟他追这个来源的时候，厂商也出具了一张，等下找一下，也出具了一张保证书，把名字遮起来。这个相关的名字、相关的保证书里面也去说明到说，他的商品是经过合法授权，以及他绝对没有去侵害到别家公司的商标权。那如果会造成消费纠纷的话，这间厂商他愿意全部负责来赔偿给消费者。所以争议目前就到这样子的一个结果，这可能是大家现在知道的一个过程。那连先生其实在当下他就已经决定了，在这些相关的争议商品，是因为相信连先生或者是相信兰亭公司来做一个贩售，或者是消费者愿意来这边做购买，所以他就决定。当下只要是购买这些争议商品的消费者，都可以做退款退货的动作。一直从我手上这边的单据，连先生，麻烦你给我看一下那个我们退款的那个。来，宣布。那我大家解说一下来，无要紧。我大家解说一下，这塔几大塔，4连千亿。不在社会进修的时间，这几大塔对啊，几大塔，是我无伫个社会的时间，我麻烦我兰亭精品的员工甲周边的人，帮我去做退款，全部我一份一份让大家看，来清清楚楚，因为个资法的问题，我互恁大家看来个资法这咱卖用看安尼拗起来，来。全部都有兰亭精品退款，兰亭精品退款，兰亭精品退款，全部拢是，这几啊塔拢是我要跟大家讲，我连千亿在做生意，即使我不在社会，我嘛会来这边先拿消费者的代志，达圆满，达处理的服务，处理的好所以说，对于有争议性的产品。我全数召回，有争议性的特定产品，新闻媒体报的部分我全部召回，也都处理了，大致上几乎都圆满了退款的部分的数目将近3000万，将近3000万啦差大致上退款货都收回来差不多了。所以说这一次麻烦邱伯清大律师，我们接下来消费者这一端，连千亿拿出我最大的诚意。也拿出我最大的来这个态度，别我无咧写，我要交代全部来处理的完满。接下来我就是要向来厂商不孝厂商来提出诉追，来提出告诉。那在这几天我会让邱大律师这边我们资料准备完全了，这几天已经要来安宁申告，剩下的部分交给邱律师来讲。
这个部分相关检视，经过律师相关检视，这几天我们整理了这个连先生相关的退款，上面注明了这个兰亭精品的退款，以及汇款人连千亿先生的名义，然后审视了这些相关的单据，我们统计出来，包括网络上的网络银行退款，大概金额将近3000万元。所以在这个部分，兰亭公司相当有诚意，想要解决消费者端这一块的责任。那另外，既然我们对于消费者这一端，我们希望可以保证消费者日后对于公司平台所做销售的信任，公司在这一块地方无条件的去退还相关争议商品的款项，或者是相关接受相关的退货。另外，我们在这个地方，既然消费者这一块我们已经处理到一个段落，我们接下来就要得向这个提供这个所谓不肖厂商提供这个争议商品的这些厂商，我们会提起相关法律的诉追。对，以上跟大家说明这样子。对，那在这几天，我们就会让邱伯清大律师到地检署来按铃申告。那我们资料都准备很齐全了，包括这些退款的资讯，我会完完整整的归他一他架他全部来，全部拢予检察官来处理还是跟我的消费者重申一个大重点。今天里因为员工他们今天在进货的部分来有督导不周的部分，里面一个苏姓跟黄姓的我的仓管的人员主管级的全部开除，再第二重点，今天里面商品里面有掺杂有争议的商品的部分，我们会向厂商来提出告诉诈欺取财包括诉追这部分的话，会委由我几个大律师，这部分这几天就会来做提高的动作。对，那另外我们这边也会建议公司会去改善或是改进我们相关去做商品审验的一个步骤，那确保日后消费者会在这个平台上购买到的商品更能保障消费者的权益。那也是跟大家说声抱歉的因为这一次我的员工包括来一些主管在审验商品督导的部分，因为项目实在太多，了那有督导不周的部分里面有一些有争议的商品那这一部分连千亿代替兰亭精品也代表我本人跟大家说声抱歉我以后会来审慎谨慎来要求主管跟员工对于商品的一个拿捏，包括审核要拿出最高标准来看待这些事情真正大家歹势来造成大家一寡困扰连千亿用出上大的诚意，伫我无伫社会这段时间来做召回、收货、退款的一些争议性商品的动作大致上都已经处理得圆满了那退款的金额将近3000万这部分原则上是拢差不多90%以上拢处理完满了还是跟大家说一声谢谢，还有一声抱歉，谢谢今仔日感谢咱邱大律师今仔日来帮我来开这个说明全部资料拢会交咱邱大律师，这几天就要来做这个动作要来做这个动作，要来处理，提出诉追跟告诉对这些不良的不肖厂商来提出诈欺取财的这个动作今仔日邱律师，歹势哥你接话哥你走一撮这部分资料我这几天这拢要你的，这拢要你的剩的我会大家一寡小项的电脑档拢全部传到你，安尼较规矩，较毋免规下遮啦歹势，搁你搁走一撮报告你帮我打律师上节好无打律师上节歹势好来拢免考虑好来刷一整排爱心，刷一整排汉堡好来，很出席开始分享，抓最多分享的人，有人分享1次拿不到，我得分享5次就拿到了来开始分享来录了不要再聊天了来，很出席杨小伟、杨仁伟律师头发哪里剪的？我跟你讲，就是那一个华西街隔壁的
我在广州街的隔壁的西门町那一间真帅发廊，你了解无？等于咧韩国欧巴的发型。伊讲伊拄仔是韩国欧巴，我讲我是台湾欧记的大，吼 BIG 美女大，你了解无？嘿呐，好啊，来，拢免考虑啊哈，来刷整排爱心，刷整排汉堡哈，好啊。那我跟大家讲一下，来，写数是1到8000，等一下送苹果 iPhone， 抓最多分享的人，发财金抓最多分享的人来开始分享啊，好啊，开始计时哈，阿星开杠哈。现在开始计时，开始计时了。来写数字1到8000，全新的 i11 手机啊，还有发财金抓最多分享的人，有人分享1次拿不到，我来分享5次就拿到了。来，开始分享，录了啊，好啊，拢免考虑啊哈，好啊，来，等一下聊天1分钟啊，阿琳达你出场姐哦，来，好啊，拢免考虑啊哈。来，要开始计时了哦，写数字1到8000啊，iPhone 是1到8000，等一下喊到的喊在，没有喊在的就没有了啊。我这个是收起，老开家己用，好不好啊？发财金抓最多分享的人，有人分享1次拿不到，我来分享5次就拿到了啊，好吧？来，开始计时啊，好啊，现主席拢免考虑啊。今仔日现主席先来讲一个故事，拄一个同学咧问我讲，连上你讲见面有讲要讲一个神秘的故事神秘的故事其实也不是什么神秘的故事，那个是那一天我正好在看一个那个以前的就是你懂吗？汉高祖刘邦的故事，你懂吗？这同学刚刚一直想要听，我就把刚刚这一段讲完，因为刚断线嘛我才这段讲了来。好吧，开始分享，刷一整排爱心，刷一整排汉堡，写数是1到8000送苹果 i11， 发财金来抓最多分享的人，没有设定追踪连千亿抢先看的一律不送，没有到兰亭精品按赞跟分享兰亭精品的一律不送。来开始分享好吧，来我先讲这个概念当年这个汉歌做老帮这个同学你要听清楚我即马讲太不爱讲开始分享有没有在卖三文鱼？恁爸咧做了三文鱼，三文鱼是啥物碗糕？对无啊？一尾3斤的呢3尾1斤的我会叫你去试三文鱼。三文鱼我不懂，有巴基拉你要不要啊？有吴锅鱼好不好？真正要去试，对不对？刚刚一个卫生棉仔尾行米亚来就送他一个长白山人参的，你还要讲三文鱼我拄着你真正黑暗面，你了解无啊？看要安怎讲到嘴角全爆，对无啊？你讲汉歌做老帮的故事，使恁老兄咧，你来我讲三文鱼，来我恁爸咧做了较正经的好无啊？冷静啊，同学冷静啊，好啊，来，我即马我安尼翕我有清楚无啊？有清楚无啊？好啊，这清澈好帅。啦，莫来即套啦，规工讲话拢感觉安尼西门借角安尼也会使。好啊，我先甲大家讲当年即个同学你拄仔咧讲，汉高祖刘邦就是有来4大名将，韩信、张良、车参搁即个啥韩信甲萧何啦，萧何、韩信、张良车参，你了解无啊？古早话有一句话叫做“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当年韩信大将军麻雀，大家咧拍麻雀，这个麻雀就是韩信发明的，你了解无啊？当年见面韩信就是有一届要武门要问斩的时阵，因为得失到汉高祖刘邦身边的大官，要问斩的时阵，是萧何看到伊气象不凡，你了解无啊？人咧讲。英雄将来不问出处，自古英雄多磨难，不受天磨非好汉。你了解无啊？当年就是萧何看到伊安尼气宇轩昂，你了解无？做他翘起来，后壁带去汉高祖刘邦大将边咧顾口，你了解无？后壁提拔起来才做将军，是这个故事。后壁马首是迄当时西楚霸王项羽甲汉高祖刘邦咧相战
纪明迄当时韩信拍赢齐国，讲要做一个假齐王。到尾纪明汉高祖刘邦怎去掠讲，想讲使恁老兄咧，我做一个汉中王，你若讲你要做齐王，较有可能。马首纪明，你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张良就献计了，勉强先答应他，择日再处理他。你了解无？马首后壁等到伊把项羽收起来时阵，韩信后壁就去互刣死，是这个故事，你了解无啊？哦，野史是安尼讲的嘛，吼。马首当年因就是这个人，即个项羽西楚霸王，逼到即个九宫山顶后壁，无路可行嘛。叫全部的人咧楼骹、山顶、山骹咧唱楚歌，所以有一首古语叫做“四面楚歌”，你了解无？对，这个故事动摇他们楚兵的心智。马首这个西楚霸王项羽啊，项羽，你懂吗？带着28个铁骑冲下山下，到了乌江河畔后边，他无颜回去见江东父老，后者怎自杀死亡，你了解无啊？哦，马首一句话叫做“霸王别姬”，就是咧乌江河口，大伊会斗阵咧，因做伙，因七啊来相识，才有即句古语，这野史写毋是我讲的，你了解无？是这个故事，安尼拄啊，这个同学讲，你听，你有明白无啊？对无啊？大家晚上好啊！开始计时了啊！来，抓最多分享的人写数字1到8000，送苹果 iPhone 手机啊！发财金抓最多分享的人，来开始分享。有人分享1次拿不到，我得分享5次就拿到了啊！开始分享啊！没有设定追踪连签抢先看，一律不送；没有到粉丝团蓝领金平安站的，一律不送。来，开始分享，入了啊！来，刷一整排爱心，刷一整排汉堡啊！有没有卖火蜜桃？我使恁老兄的火蜜桃，恁爸你做了。我这台有咧卖火蜜桃，同学可以较正经的吗？可以不要再讲火蜜桃的故事吗？我较有可能现主是咧卖火蜜桃，我这到山野一粒你卖无啊？见面食了马仔 LP， 现主时像山野一粒食粒，见面食着槟榔倒吊子，踹车赛踹3工，找无内裤行好换，找无便所行好行，内裤白3工晒袂干，你了解无啊？见面来我即台讲要买火蜜桃，等下我抓恁爸你做了，较正经的好无啊？来刷一排爱心，刷一排汉堡，规工袂正袂经，来我即台要买火蜜桃。火蜜桃靠即个物件，水蜜桃啦。若真正要去试，真正有影对你即款的黑暗面，看要安怎？大家晚上好啊，晚上好，你好啊，拢免考虑啊，1到8000写数字1到8000，抓最多分享的人，有人分享1次拿不到，我得分享5次就拿到了啊。来，发财金刷最多分享的人没有设定追踪连签小心看不送，没有到粉丝团蓝领精品按赞的一律不送。开始分享什么时候喊包鬼包鬼就来包鬼就遮简单，安尼你也要问对无啊？你嘛讲一下较有困难度的物件，同学，你了解无？对无啊？昌华兄弟，李昌华兄弟，拜托个，你会使大家纠正一下无？会使讲一寡较有困难度的物件无？对无啊？一日讲火蜜桃。一日讲包鬼，佮讲三文鱼，较正经的好无啊？对哦，你遮真正的哈哈，我真正黑暗面，你了解无啊？心中皮肤晒呢抽芒果，同学，我请教一下，见面芒果一粒就摕啊无熟，你着要食我的芒果，你嘛先我食一下，对无啊？我过2工才买2粒来送你，见面拄啊听着我有芒果，就要摕我的芒果。真正对无啊？小贪嘛贪即落型的对无啊？较正经的啦，同学有没有卖榴莲？同学，我请教一下，见面你是食着槟榔倒吊子呢啊？我即台有咧卖榴莲，我连签1即台蓝亭精品有可能卖榴莲吗？有可能吗？你感觉有可能吗？较正经的好无啊？拜托诶！
咱的即个讲要买榴莲的即个朋友，打摕200块就去因遮转去来真正我会激死好啊！大家晚上好，来刷一整排爱心，刷一整排汉堡来，最后时间了最后时间拢免考虑来写数字1到8000，1到8000来，还有送发财金抓最多分享的人，有人分享1次拿不到，我得分享5次就拿到了。没有设定追踪连前一抢先看不送，没有到粉丝团蓝年精品按赞的，还有分享我们置顶贴文的，一律不送没有设定追踪连前一的也是不送。开始分享，刷整排爱心刷整排汉堡。等下迄个胡椒来看一下没有分享的一律不送好让我啉一水水的，真正有影。第一名买素食卷，同学搁一个讲。有没有卖金子？你会使较正经的无7月半中原普渡就一定普刷要买金子是要创你要提开呢对无安尼拜托的，来，等下明仔我甲你讲，你帮我去小北百货，见面帮我买300块的金子寄互伊。拜托的，明仔你摕300块的金子，先去忠孝复兴收购去消费好无消费去见面去遐主持，去食一碗炒冰生活会好毋嘛？较正经的敢会使有没有卖金子对无好啦，卖规样俩见的啦，我们10时真正有影好啦，大家晚上好来时间到，拢免考虑来注意听好来，现在我们来苹果 iPhone 写数字1到8000来，还有送发财金抓最多分享的人，没有设定追踪连前一抢先看的一律不送，没有到来兰亭精品粉丝团还有连前一按赞追踪抢先看一律不送等一下检查 FB 来刷整排爱心，刷整排汉堡拢免考虑今天烧明天走，较正经的小伟，你不要每天都在讲一些有的没有的嘛，对不很主席，那是好兄弟在花的，又不是你在花的。你一直要金子是要干什么东西啦？真正有影等下我买300块的金子你明仔宗教复兴收去食一碗炒冰敢好，对无来刷整排音，刷整排汉堡来随听。很主席来写数字1到8000，等一下喊到你名字喊在，喊3次没有喊在的我就不送，送下一位等一下发财金，我们都置顶置顶喊到要喊在没有设定追踪连前一抢先看的一律不送，没有到粉丝团蓝年精品按赞的，还有分享我们置顶贴文的一律不送。来刷一整排爱心，刷一整排汉堡拢免考虑来，很主席点到开始了，帮我抓10个最多分享的人，先送发财金。等一下喊到喊在，没有设定追踪连前一抢先看一律不送，没有到粉丝团蓝年精品按赞的一律不送来。很主席，有人分享1次拿不到，分享5次就拿到了。刷整排爱心，刷整排汉堡，拢免考虑好录了来，等一下抓到跟我讲我说置顶再置顶开始分享他现在在抓，电脑还在抓等一下会置顶你们一个一个把它点开。他如果没有分享的跟我们讲，我们就取消，好不好？等一下你们看他的 FB 我讲一个概念是安尼因为有时我常咧讲人无百里好，花无百里红，你了解无其实过去连千亿嘛较早捌跋倒过见面较早很主时期子期货也好雷曼兄弟金融风暴的时阵迄当时新闻有写嘛，我惨赔6000几万嘛，买手很主时也有个卖厝卖车，迄拢足久进前的代志买手迄当时我嘛是安尼一路为上艰苦，身躯剩20块，送到念要拼，你了解无见面嘛一路安尼一步一开，你了解无双手争石狮安尼拍起来，买手很主持叫做行到今仔这步，你了解无我常咧讲，就像拄仔讲迄句话，英雄不问出处自古英雄多磨难不受天磨非好汉嘛。台语是安尼讲，英雄从来不问出处自古英雄多磨难，不受天磨非好汉，你了解无拄着拢免烦恼，你了解无好好面对，快乐过是一天，不快乐过也是一天。恁掠好未搁2分钟了，无要紧，我讲好了，恁搁掠无要紧。来，开始分享
没有设定使用连签一抢先看的一律不送，没有到粉丝团蓝领精品按赞的一律不送。等一下喊到喊在，喊3次没有喊在的，就是没有送了，好不好？好，我检查 FB， 好不好？写数字1到8000，送苹果 iPhone，咱免考虑啊。今仔这只 iPhone， 咱感谢咱今仔日宏达汽车的董事长谢富义董事长赞助的，今仔这只苹果 iPhone 2万多不到3万，是咱这个宏达汽车董事长谢富义董事长大咱赞助的。大家记得到宏达汽车，新北市、台北市最大的外汇车行到他的粉丝团宏达汽车按赞跟分享，好不好？感谢咱社党的甲咱小婷赞助咱一只 iPhone 11，感谢咱社党的。大家记得到宏达汽车给他按赞还有分享。好，感谢我们新东汽车这个果冻送新，迄天送我一领现主时红色的1881的内裤这个咱果冻送新送我一领红色的1881的内裤，感谢你我穿在内底还有咱这个华威汽车的董事长李董昌华迄天见面，我转来甲看，李董昌华见面讲，先包一份我上爱食的鹅肉，我食你了解无啊？嘿，鹅肉，规工你鹅，你了解无啊？买手摕鹅肉，我食，我也足感谢嘛感谢咱华威汽车的董事长李董昌华感谢咱这几个斗阵的好，死你卖差咱免考虑来。刷整排爱心，刷整排汉堡。现在开奖，先送发财金，喊到喊在，喊3次没有喊在的，领导的故事就没有送了来，没有设定中年前一抢先看不送，没有设定蓝亭精品按赞抢先看一律不送会检查 FB， 有人分享1次拿不到，我得分享5次就拿到了来，帮我置顶。抓好了。来，好拢免考虑来，名画第一个欧密码。欧密码。靠，这个名叫欧密码，欧密码甲欧汉民什么关系？来，欧密码一个过来。陈世贤。陈世贤甲陈思贤什么关系？来过来。风林火山。大家检查一下，看若无分享的拢无送搁啥？林一帆。无啦，第3个像啦。第3个叫啥名？风林火山。风林火山，靠这个名，来过来。李一帆。李怡芳李怡芳过来。这个英文不会念。英文不会念两句，册问死你叫你读册唔读册，人家你讲，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对无啊？叫你读学习，规工歹学习，规工在了去看迄等下我这段真讲好了，我等下讲好煞。规工叫伊读册唔读册，逐工在咧让我看迄个5278cc 色情网站啦，规工的啦。买酒，逐工在咧让我看一本道啦，Tokyo Hot 啦，无就啥物 SOD 啦。我使恁老兄咧恁爸咧做了，叫你读册唔读册，规工拢看一寡落课煞过来我拄着即款少年家，真正妹等下摕500块坐客人家转去，坐客人家转去好迄个第4个英文我嘛袂晓念歹势好来第5个叫啥物名？JUSTIN Justin 啦，过来，无王佩珊。王佩珊过来。李玫瑰，李玫瑰咪规工拢走去蛇林遐伫买物件迄个吗？李玫瑰我讲坦白话啦，你若钱无地开小弟这边这个直播台，正月刚要开始卖麻烦委员较介捧场谢谢李玫瑰个啥？BATTY Betty 过来。郑志善，来这个叫江湖说，真的还是假的？江湖还在，来，江湖，我个人送1包给你，好不好？来，江湖还在，连签一个人送1包给你，还给你签名，真的还假的？我要送你还假的？来，我来签名，江湖还在，我亲签名这包，你最后一个叫什么名？念完了迄个江湖讲真的还假的，无要紧。江湖我送1包给你，要你的好来我签名给你。你私讯刚刚喊到名字的全部私讯兰亭精品粉丝团
哦啊，然后不用运费，直接寄给你哈。啊，江湖我赏你啊，来。如果3天主动没私讯粉丝团自动取消。哦，3天没有私讯兰亭精品粉丝团自动取消哦，哈，拍摄我离较歹哈，来江湖这包要你的，哦，来个包过，哦江湖，哦，来江湖真的还假的，来直接给你就好了，不用真的还假的 ，OK， 来江湖还在，哦，来刷一整排爱心，刷一整排汉堡，拢免考虑啊，来江湖包过，哦，很主席来江湖还在，来，现在最后5分钟。没来上苹果 iPhone 啊，好吧？来，我数字写好了哦，写好了哦。等一下喊到喊在，没有喊在3次我无上啊，好，马上再上啊，好吧？来，要开讲了啊！我唔知有抓到无抓到，用电脑去处理。来，现主席刷一整排，先刷一整排汉堡。来，开始分享。Betty 说要签名。Betty 吗 ？Betty。啊 ，Betty 是拄啊发到迄个哦。啊，伊跟咱什么关系？他依照杯。依照杯跟我什么关系？对无啊？对无啊？莫阁见的啊，规工什么杯，对无啊？规工哦，斯乐冰哦，快乐杯，对无啊？会歹势啊，Betty 我字比较丑哈，不好意思哈，啊，较见谅一下哈，因为哦，无写样写你，不好意思哈，来这个 Betty 啊，感谢你来。现在送苹果 iPhone， 来写数字1到8千，抓最多分享的人开始分享，有人分享1次拿不到，分享5次就拿到了，啊，你没有分享就没有送了哈，来，换。好吧，开始计时了啊，好吧，来5分钟，好吧，写数是1到8千，啊，因为电脑还在抓，太多人了啊。玫瑰姐姐说要签名。啊？玫瑰姐姐。拄啊，迄个李玫瑰啊，爱养唱红玫瑰无啊？会养唱红玫瑰无啊？嘿，来养唱红玫瑰的时阵，叫伊唱2句啊，我听者好无啊？啊，来这个李玫瑰啊，来我来签一个，歹势哈，嘿，来李玫瑰哈，我来签一个。啊，这个李玫瑰，你会的手比较较大吧？啊，这个字也歹势，我字较歹啊，小包含一下哈。好啊，来，现主席拢免考虑啊，来，专心的哦，全新的哈，这个咱宏达汽车当属长谢富裕当属长赞助的哈。佩珊姐姐说要签。哦，佩珊，哦佩，拄啊，迄个哦，黄佩珊哟，王佩珊哟，哦，歹势哈，我字较歹哈，小包含一下哈。二来，现主席来，哦，没有设定追踪连千亿抢先看的啊、哦，来一律不送啊、一律不送啊。二来刷一整排，刷一整排汉堡啊、来啊，我跟大家讲解哈，我再过几天就会开卖了啊、再过几天就会开卖了啊，来卖一些啊、不要再叫我卖一些什么火蜜桃哦，什么三文鱼，拜托的哦。我家无咧卖这好无啊？嘛卖个讲要卖金纸啊，哦，我再过几天就会出来开卖了，会给大家满满的福利，好不好？来刷一整排爱心，刷一整排汉堡，哦，有人分享1次拿不到，我得分享5次就拿到了哈。来，开始分享啊，是吧？来，等一下喊到喊在，没有喊在的一律不送，啊，老免考虑啊。没有设定追踪连千亿抢先看的不送，没有到粉丝的蓝亭精品按赞的一律不送。来，开始分享，录了啊，是吧？大家晚上好哈！我来大家讲一下，就是讲再过几天我就会开卖了哈。这部分来，我有个重要事情要宣布，很重要啊，仔细听啊！现在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宣布跟大家讲一下，很重要，仔细听。来，现在帮我置顶。现在送苹果 i11，写数字1到8千哦，没有设定追踪连千亿抢先看蓝亭精品抢先看一律不送啊！来置顶。我先讲一个重点，仔细听哈、来，刷整排爱心，刷整排汉堡大家晚上好啊！就是说，从今天开始，我要来收徒弟了啊！那有兴趣来学习直播拍卖的朋友一律都要女生，一律都要女生，都要女主播都要女主播来，只要在35岁之内或40岁之内都可以，40岁之内好不好？只要你在40岁之内的女主播，我要来收徒弟，像舍令一样那我会把我的毕生的所学全部传授给你传授给你们，那也会让你们在我的平台里面直播，把我的能量、把我的流量、把我的人数全部倒给你们
来让你们无往不利。我再重申一次，不收男徒弟了，然后全部统一上课。来，我教完之后，由蛇令下去教你们怎么做直播拍卖。我会跟你们讲观念、讲理念，好不好？要记得，连千亿从今天开始正式开始收徒弟不收男生，不收男生，只收女徒弟40岁之内的。只要你有想要赚钱的，有想要1000万年薪的，有想要像蛇令一样来有1000万年薪的，欢迎都加入我团队。我要来收徒弟，我要把我的毕生的所学全部传授给你们让你们在我的直播的平台里面享受高人数，享受高流量，享受无往不利来，只要你有兴趣想要学习的都可以来私讯连千亿的个人脸书我的经纪人他会统一的回复，安排接下来统一全部来面试那只要有兴趣加入我团队的朋友，来学习的朋友，我会不遗余力的把我的毕生所学全部传授给你们。我跟你讲，一年也出师啊啦，1年内，我讲一个概念，来，在做直播的门槛很低，什么人都可以做但今天里面有很多的大步骤，并不是很多人想象的那么简单。我简短说几个重点来0秒，来，很主席现在送苹果 iPhone 写数字1到8000写数字1到8000，没有设定追踪连千亿奖金看不送，没有到粉丝的蓝晶晶平安赞的一律不送。来，开始分享，刷一整排星，刷一整排汉堡来，抓最多分享的人等一下最多分享的人有特别的好礼最多分享的还送一个特别的好礼我把这一段讲完，来，你们电脑开始抓，因为太多人了，流量太多了我大概讲解，我来这段讲刷。我常讲，仔细听，我要来收徒弟了。只要有想要报名女生、女徒弟40岁之内的都可以来私讯我个人脸书，我的经纪人会统一回复，安排统一的面试，好不好？女徒弟，我会把毕生所学全部传授给你们。来，我讲个重点，没有一成不变的生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市场。你懂吗？很简单，唯有创新，你今天才能够出类拔萃，你才能够很简单，在方寸之地占有来你的你一席之地，你懂吗？才有你的空间呐。我要讲的最大的重点，今天做生意有几个阶段，你要玩你个人的本质，而不是玩商品，你懂吗？玩商品你就死定了，就像这个计时器核桃木的。那如果改天这个计时器卖不动的时候，谁要买？没有热度了，没有热潮，谁要买？你懂吗？所以说，今天计时器也好，什么商品都一样，它都有几个东西。第一个，来尝鲜期，再来热销期，再来过渡期，第4个衰败期，你懂吗？我常讲，做生意1而先，再而衰，3而竭，你懂吗？今天你要掌握时机点切入，去把你手上的东西来把人引进来，把货卖出去，你懂吗？今天几个大重点，来，口灰、染灰、遮水、特装、包装、拆修，你了解不？几个大重点嘛，你懂吗？所以说，在拍卖里面的东西非常非常的精深，不是说今天找几个来谁来，找几个谁来，来，今天有人看，但没买气有用吗？你懂吗？今天在于一个主播个人的特质、个人的才能、个人的风华、学识涵养，你懂吗？不是说今天你觉得有人看，一定有人买吗？这不一定，很难说。但基本上，来走马看花的居多啦，你懂吗？要记得。所以说，基本功要非常的扎实，你懂吗？要有别人无法取代你的价值，你懂吗？一个人有被利用的价值，有被观看的价值，有被人家认同的价值，我跟你讲，你就无法被取代，你懂吗？懂我的意思吗？就像前几天，媒体记者说，连千亿声势不如以往？问号请问一下，
刚刚我是用个人脸书直播啊，1分钟破1万人呢。我现在是用粉丝团呢，刚刚最高也2万人了，懂吗？我希望这些媒体记者哦，大哥哦，你们很辛苦，但你们在发新闻的时候，可以麻烦看一下，你懂吗？不要断章取义，好不好？我的 YT 频道我已经说过了，我的 YT 频道我也才成立2天而已，2天3天订阅2000多人，我那个影片是拿来要拍讲一些东西给我的粉丝看的，你懂吗？储存在里面的，我不是要做 YouTuber， 你懂吗？我不是要做 YouTuber， 你懂吗？所以说他订阅多跟少不是太大的重点，因为我会放在 FB 上面播，你懂我的意思吗？好不好？要记得，好，不要断章取义，哦，来平衡报道，要讲求真实性啊！我才订阅，哦，我才 YT 新频道办2、3天啊，订阅哦，我的连千亿的 YT 新频道办2、3天而已啊，订阅2000多啊，一天900、1000人也算不错了啦，你懂吗？啊，毕竟我也不是要做 YouTuber， 我也是一个 YouTube 的新手。啊，也是要给我一点时间，让我去加油一下，对不？冲一下人数嘞，对不啊？啊，讲身世不如以往，我见面看到我烦恼一个，你了解无？是讲啊，这声惨嘛，看要安怎？见面现主时，A 到食金蕉皮，后面蚵仔面啊，还是谢谢了啊，谢谢各位辛苦的媒体大哥姐姐啊，谢谢你们辛苦了啊，谢谢啊，来，拢免考虑啊。现在来送苹果 iPhone 啊！来，现在送苹果 iPhone 啊！来，有你啊到的啊，等下写名单过来，哦，名单咧啊，我摕互你的，拢免考虑啊！来，很主席啊，刷一整排爱心，刷一整排汉堡啊！有人分享1次拿不到，我来分享5次就拿到了啊！等一下，我有个神秘的礼物要送给你们。等一下，我有个神秘的礼物要送给你们啊！等一下喊到要喊在啊！哈，拢免考虑啊！来，刷一整排已经刷一整排汉堡，没有设定追踪连千亿抢先看的一律不送，没有到粉丝团蓝领精品按赞的，还有到连千亿个人脸书按赞的一律不送。好，我解裁 FB 来刷最多分享的人送神秘的特别礼物来，刷一整排爱心啊！如了，开始分享，吧？来，大家晚上好啊！加个包大家开杠啊！哈，等一下特别的礼物要来了，啊，因为刚刚。有一个网友伟星米亚竟然说，他只是想要来看我的，我要送给他的1000年人生，他竟然婉拒了。伟星米亚跟你讲，你很幸运，我很欣赏你，你真正就带就有杀气的，你真正就帅哥的，你有法度见面，我要送你一组1000年人生的见面，让我婉拒，好无要紧哦。拜托诶，明仔载莫过来哦，卫生棉啊，算我来你高钱，较冷静诶哦，好啊，谢谢啦，感谢你今日转来看我哦，来刷一整排爱心，刷一整排汉堡哦，好啊，拢免考虑啊，来，很主席抓到了没？还没，流量太多人是不是？太多了。来啊，抓到等一下写那个便条纸给我。好，等一下喊到喊在置顶，喊3次没有喊在的我就不送了，明天再送哦，好啊，等一下。喊到你写到再写给我，刷一整排已经刷一整排汉堡，伊其他电脑是网络有问题啊、哦，网络有问题是不是？太多了留言。哦，啊分享几次啊1万。来，拢免考虑啊哈，来刷最多分享的人，好啊，来直听。现在系统太多人了，还在抓没关系，来写数字1到8000，好，我们神秘的礼物先开始好不好？来写数字1到8000。没有设定中连千亿抢先看的一律不送，没有到粉丝团蓝领精品按赞的一律不送。来开始分享，刷一整排爱心，刷一整排汉堡，拢免考虑啊！哦，好啊，1到8000哦。接下来我们来玩一个游戏啊，见面3分钟就好。来仔细听，现在帮我留言啊！来，连千亿加1688。留言最后一位朋友，来计时器叫的那一声，来这一盒高级人参送给你，不用钱，来到面科鲁啊！现在开始了哦，留言连千亿加1688，
时间到 ，BB 叫最后一个，我送高级人参礼盒给你。来，我先给恁看，啊，先给恁看来，哦，安尼，高级人参礼盒啊，来，现在开始留言啊，好，来啊，来开始留言，连千亿加1688加1688啊，留言最后一位朋友，这一盒就是你的了，这一盒高级人参就是你的了，啊，拢免考虑啊，有人下掉来啊，来摕边啊，摕边啊。前面的，我想高级人参上水哈，来，拢免考虑啊哈，好了啦，不要再眼神不锐利，是因为戴这一只眼镜，意大利大师西当普利斯到店的阿达玛普利斯设计的，这一只眼镜是新东汽车董事长送给我的啊，感谢我们新东汽车董事长郭董我的送心啊，拢免考虑啊，来，连千亿加1688。留言最后一位朋友，这一组高级人参来，摕那个断鸡哦，两边考虑啊，来录了，最后时间了哦，最后时间了哦，等一下时间到最后一位就是送给你的，就是送给你的，两边考虑啊，来录了啊，好啊，你看卖咧，哇，大家看着食什么？这食着暗时安尼呢，安尼呢，你了解无？安尼呢，对无啊？哦，见面对无啊？独龙传啊。食了黑暗面，你了解无啊？我甲你讲，真正诶，这食了是比蓝鸟精药力较厉害呢。蓝鸟精有咱呢，韩国人毋是韩国啦，高级人参啦，高级的你看卖，这颗啊对无啊？安尼呢，嘿咯，哦，来留言最后一位，谁在讲火蜜桃的朋友，我就送你200块钱给人家等你啊。谁在给我讲火蜜桃的朋友，就送200块给你啊。拢免考虑啊，真正要给死啊！来，留言最后一位朋友，直接送你高级人参，不用钱啊，张力啊，太优秀了，不用钱给你啊，高级人参呢，嘿咯，来刷一整排爱心，刷一整排汉堡，拢免考虑啊！有人分享1次拿不到，我得分享5次就拿到了啊！好啊，手机有人写到了哦，哦，有人写到了哦。不过没有设定最终连前抢先干不送，来拿一只手机给我，我要比对给大家看。拿一只手机，有在留言的给我，以手机为主来。拢免考虑啊哈，好啊，来连千亿加1688，来哦。等一下时间到哦，我喊到谁就是谁了哦，啊，拢免考虑啊哈，来 ，BB 叫就来了哦 ，BB 叫喊到谁的名字就是谁了，以这一台为主哦，一镜到底哦。一镜到底哦，拢免考虑啊哈，买个火蜜桃啊，好无啊？三文鱼敢无好？哦，好啊，来刷一整排心，刷一整排汉堡啊！来，很出席，以这只手机为主哦，我点到谁就是谁的哦，啊，以这只手机为主啊，不是以你手机哦，是以这只手机为主哦。来，时间到的叫啊，来，点的我无看哈，来。林淑萍，这个林淑萍来，林淑萍哈，来林淑萍，林淑萍还在哦，林淑萍还在哦，来，这林淑萍帮我截图来，林淑萍帮我截图林淑萍来，恭喜林淑萍哈，来林淑萍小姐，恭喜你来获得这一盒啊，来这个我们的。长白山的高级人参啊，高级人参，来恭喜你！来发收件人姓名、电话、地址，好到兰亭精品粉丝团不用运费，这一盒高级人参直接送给你，恭喜啊！来林淑萍小姐的包尾啊，来恭喜她，来啊好啊，拢免考虑啊哈，好啊，恭喜林淑萍小姐，来仔细听啊，很主席，现在来仔细听，现在送苹果 iPhone 啊。送苹果 iPhone i11啊，来300机会，来仔细听。现在名单已经在这边了，等一下喊到喊在啊，感谢我们宏达汽车谢富裕董事长赞助的这一支 i11，大家记得到宏达汽车的粉丝团按赞还有分享。如果你没有按赞跟分享，我们一律不送啊，因为是他赞助的啊。记得到宏达汽车的粉丝团按赞。还有分享啊，没有我们就没有送了哈。感谢我们谢富裕董事长赞助我们这支 i11，好不好？仔细听，
等一下喊到喊在哦，没有设定追踪连签一抢先开一律不送，没有到粉丝团蓝婷精品按赞的，还有分享我们置顶贴文的一律不送，让免客路啊。等一下喊到置顶，喊3次没有喊在，我就不送了啊！让免客路啊！来刷一整排爱心，刷一整排宝啊！很主席来注意听，我喊到的喊在哦来 HSIN 这是啥 ？Y 啊 YUU 啊YUN 啊LO 靠人学这个名来很主席来017017来这个 HSINYUNLO 来帮我截图来帮我截图帮我截图来截图3秒钟，好来。3天内一定要私讯哦。很主席来拢免考虑啊，来，我喊6次的，喊6次没有喊在就没有了喊6次没有喊在，不要再我马虎了来，给我看一下，我袂记叫什么名，来 HSINYUN 来第一次。我喊6次没有喊在，我就明天再送了来，这个 HSINYUN 来第一次，我画大概画不够的无啊哎那林淑萍小姐，谢谢刚刚的那个高级人参送给你的恭喜你祝你身体健康，谢谢。来，有照出来HSINYUNLO 来第二次，无拍摄我看唔到拍摄看唔到。来第二次没有喊在就没有了没有喊在我就送下一位了来刷一整排，已经刷一整排汉堡拢免考虑来，很主席来 HSIN 哥，我这里有了。来截图拍过来，吃字的你白板嘛，我看一下，咱看一下，来白板吃字吃字拍谁好来拍照截图给我，最准，吃字拍照截图给我，来，今麦来截图来看他有没有分享他没有分享就取消不送没有分享就取消不送来刷一整排，已经刷一整排汉堡那边科鲁来，等一下我有一个事情跟大家讲完聊天1分钟好不好？来这个刚刚这个HSINYUNLO 有喊在他的下一位是这个黄小姐过来拢讲什么恭喜来他在这边来这个朋友 HSINYUNLO 3天内私讯兰亭精品粉丝团好不好？留下收件人姓名、电话、地址，不用运费，记得到宏达汽车粉丝团按赞还有分享好不好？不然我们就不送了，会检查 FB 来，现在检查 FB OK， 后来记下到包轨，全新的来恭喜来个提一个物件来上，来，看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送，拿过来送来，来这 K 来，包包来，好的我啦，来，拢免考虑这卡包包，想要的朋友来上一卡无够，我要送一个朋友一卡要送3卡免钱，来，侧背包一卡，长夹一卡，手拿包一卡，一位朋友独得3件，来抓最多分享的人，来留言连签1加1到5000。留言连签1来帮我置顶，朋友独得3件，我把这件重要事情讲完。这个林嘉德不要再送三文鱼了啦，较正经的好不好有锅鱼好不好？肉质好不好带恁爸你做了，较正经的好不好？林嘉德晚上好晚上好，来刷一整排爱心，刷一整排汉堡，来一次送3件送3件，一位独得，安尼有欢喜无？好来。帮我置顶，现在抓最多分享的人来，还有写数字连签1加1到5000。等一下我们电脑抓出一位朋友，独得给他3件独得，拢伊的拢免考虑来
我先把这件事情讲完，来开始分享，刷整排爱心，刷整排宝，来用连千亿的脸书再分享一次，是，用连千亿的脸书再分享一次，是，来，农民科鲁啊哈，有一点曝光没关系啦，不要走光就好了嘛，对不对？你看一下，刚刚你看一下，对不对？断线呢，好险是粉丝团打得开呢，不然欧汉敏呢，同学呀，好不好啊？晚上好哈，我跟你们讲啦，哦，就是说，其实有时候哦，很多网友你们上来哈，在跟我聊天呐，我很开心呐，为什么呢？哦，上来啊，有时候还给我一些哦，来欢笑啊，给我一些讨论啊。好了，有什么问题想要聊天的，打上来聊哦。来聊天1分钟，有什么问题想要聊的，上来聊哦，上来聊。咱开讲几分钟，哦，开讲几分钟。我咧讲一个概念啦，你看卖啊咧，哦，为什么我跟大家讲做公益？来，你们知道吗？最近我们一起来做公益好不好？接下来连千亿会捐出每个月10%哦的利润，哦，来出来做公益，哦，这也是我接下来开直播的目的。我接下来开直播。每个月会拿出10%的利润出来做公益，你们懂吗？哦，来，农民科鲁啊哈，来这个我要跟大家讲，就是说接下来哦有几个大重点跟大家讲一下。第一个，我要来收徒弟了，好，要来收徒弟了，好不好？哦，就是说女徒弟40岁之内的，有想要学习直播拍卖的朋友，全部都可以来私讯连千亿的个人脸书啊。哦，我的经纪人会来安排统一面试，我会把我的毕生的所学全部传授给你们，让你们在我的平台里面来直播工作，让你们获得100万年薪、1000万年薪。哦，如果是有直播主经验的，哦，来优先录取，优先录取，好不好？只要有心想要发展的朋友，你有之前有做过直播主的女孩子，都可以来报名，都可以来报名。哦，优先录取，好不好？再来第二重点，来刷整排爱心，刷整排宝，开始分享，刷最多分享的人，有人分享1次拿不到，分享5次就拿到了哈。开始分享哦，农民科鲁啊哈，好来，没有设定中连千亿抢先看的不送，没有到粉丝团蓝点精品按赞的，还有分享我们置顶贴文的，一律不送。开始分享，来，我要讲就是说，因为李嘉诚先生他有说过啊。穷则独善其身啊，达则兼善天下。所以说，接下来我会把每个月啊来直播获利的10%拿出来捐做社会公益，哦，给孤儿院，哦，给养老院，给罕见疾病的儿童，哦，来我都会来帮忙这些社会上的弱势，哦，希望有兴趣跟我一起做公益的朋友，哦，都可以来。接下来，哦，都可以来私讯我们的粉丝团。我们如果公益的活动，大家可以一起参与，好不好？我为社会的弱势来做出一些贡献哦。来，我有几个要呼吁的，就是说，来几个单位哈、哦，我先跟大家要呼吁一下做公益的部分。来，第一个啊、哦，这个是高雄市哈、哦、身心障碍技能协会啊、哦，高雄市身心障碍技能协会啊、哦，来。这个协会最近哦，他们有在缺这个物资，有在缺经费，要买一台这个行动不便的爱心车辆哦。那大家可以帮忙慷慨解囊，到这个高雄市哦身心障碍技能协会来做捐赠，好不好？哦，万无万少，100、200无嫌少，1000、2000无嫌多，好不好？麻烦一下。大家到这个高雄市身心障碍技能协会来帮个忙，慷慨解囊，好不好？啊、哦，这是第一个单位哈、哦。来，第二个单位哦，第二个单位是来这个哦，高雄市脑性麻痹协会哦。第二是高雄市脑性麻痹协会，高雄市脑性麻痹协会，好，请大家可以去帮忙这些小朋友，捐一些钱，捐一些物资来帮忙他们，这是他们给连千亿的感谢状。那可以请你们慷慨解囊，去帮忙这些小朋友，
可以去捐助，好不好？帮忙他们，大家一起来做公益啊！来，还有，来这个啊，来这个是高雄啊慈德育幼院，高雄三民区慈德育幼院，高雄三民区慈德育幼院。来，大家记得到高雄三民区慈德育幼院去捐一些经费、捐物资给这些孤儿院的小朋友，让他们可以有更好的学习环境哦。高雄三民区慈德育幼院，好不好？来，谢谢哦。龙门科卢啊哈，来啊，以上还有这个哦，这是高雄前社会局长叶寿山呐哈，来，还有很多单位了，这我就不要再介绍了哈，都是我们在做这个爱心的部分。来，很主席，来，龙门科卢啊，来抓最多分享的人，现在把名单拿过来，是，把名单拿过来，刷整排爱心，刷整排汉堡，哦，龙门科卢啊，很主席，录了哦，来，抓最多分享的人，有人分享1次拿不到，分享5次就拿到了，开始分享，龙门科卢啊哈，2啊，来，没有设定中连签小心看不送。没有到粉丝团蓝领精品按赞的，还有分享我们置顶天文的，一律不送。开始分享，刷整排爱心，刷整排汉堡，来，龙门科卢啊，名单亮掉，来置顶就好了。没有分享一律不送哦，没有分享一律不送哦。来，很主席啊，记得啊，来有直接置顶就好了，有分享的最多分享直接置顶。是，来看一下他有没有分享，看有没有分享，有没有分享连千亿的？有。来拍照给我，拍照给我来，给网友看的。你叫什么名字？我看不清楚啊，叫什么名字？李静怡。啊，跟李怡静下面关的，哦，来拍照给我来，来刷一整排爱心，刷一整排汉堡，哦，拢免考虑啊哈，来，李静怡哈，李静怡来，17分钟前啊，17分钟前有分享年轻人的直播，来，李静怡17分钟前有分享年轻人的直播哦，来，拢免考虑啊哈 ，OK， 来，恭喜你李静怡哈，恭喜你哈，来 OK， 来，李静怡发收件人姓名、电话、地址到我们的粉丝团蓝领精品，来，哦，不用运费，来直接送你，来手拿包一个。来，长夹一个，来侧背包一个，全部送你的，恭喜你，录了啊，2，来，最后跟大家讲一下，接下来啊，连千亿这边来刷一整排爱心，刷一整排汉堡啊，接下来连千亿这边啊要来啊，来，我要来募30个啊，30个至40个啊，我们的超级粉丝。哦，平常可以来帮我们在线上维持秩序的朋友，来用年轻人的脸书分享。是。哦，但我啉一水啊水也拍谁哈？好了啦，卫生棉、卫生棉啊，你不要再乱了啦。卫生棉啊，跟你讲，较正经的好不好？刚送你那个韩国高丽人参，不是长白山呐、长白山呐、啊，送你又不要，对不对？又在一直讲说要什么火蜜桃，我跟你讲，哦，卖个火蜜桃啊啦，卫生棉啊，跟你讲，你较冷静的，较正经的，你食着火蜜桃马仔去面，你 LP 会生一粒，像火蜜桃一粒正粒，去面尻川配地川爆炸老味老滴，香港卡老汤的补人，去面马仔轿车停下口向讲无理。恁兜门口向派有差，现主席出门点阮无来答，见面来，现主席你知影无啊？来，食槟榔倒吊子，带车驶带3工，找无内裤行好换，找无便所行好徛，内裤拍3工拍袂干，你了解无啊？见面现主席，恁斗阵的暗时啊，现主席对无啊？拢无爱甲你迄落，你了解无啊？互你规暝伫遐爱杂杂，我甲你讲，莫阁见啊，莫阁见啊，你了解无啊？莫阁规工伫遐3个5个啊，卫生棉啊，较正经的好无啊？莫阁火蜜桃啊，好无啊？你规工安尼，袂正袂经，
人缘条一大圈，袂输甲卡身送去白板，袂输甲洗衫帮，较正经的好无啊？真正有影，互你以后要去死，真正。你有你即款的，吼，我真正我会吼，现主时对无啊？真正暗时拢袂困的，因为你啦，真正有影，好啊！来刷一整排的心，刷一整排汉堡，吼，拢免考虑啊哈，嘿啦，好啦，卫生棉啊，莫搁见啊啦。你搁讲着等下，吼，见面恁兜马桶爆炸，现主时，吼，我都卖破链，我无你骗，吼，见面找无了店行个布链，我无你骗，正讲的，吼，好啊，较正经的哈，好了啦，吼，来刷一整排，先刷一整排汉堡哈 ，OK， 那我要接下来哈，会再要来找40个超级粉丝，纠察队的朋友，可以来帮我们维持我们线上的秩序。好，维持我们线上的秩序。那有兴趣当我们超级粉丝的朋友啊，40个朋友，